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，香港社會百廢待興，當時嘅御用大律師貝納祺同多位社會賢達有感大量孤兒流落街頭，無依可靠，就響赤柱創辦咗一所兒童營，收容無家可歸嘅街童，除咗食宿免費之外，仲教授航海技能，等佢哋日後可以自力更生。呢所兒童營就係香港航海學校嘅前身，由於位處赤柱，所以又叫赤航。1957年底，吳楚帆同華聯公司籌拍社會寫實電影《人海孤雄》，當中講述由李小龍飾演嘅問題少年阿三嘅故事。赤航就係部戲嘅主要拍攝場地，當中一班孤兒院學童全部都由嗰度嘅學生飾演，就讓我哋重溫一下小龍響赤航度過嘅時光。做咩啊，死靚仔？喂，我打佢哋！唔好喊，唔好喊，唔好喊啊！唔好喊啊！我一定報仇。唔係走啊！你整蠱得我多啦嚇！我仲唔報仇？做咩事㗎佢？有冇雞親人啊？阿三，經過呢鑊嘢之後，你要重新做人啊！嗱，我同你報咗赤航，包食宿，不過日常生活乜都要落手落腳㗎，知道啦。去到赤航，俾心機讀書，畢業之後可以行船，到時周遊列國，記得寫信返嚟。我會㗎啦。I Cantonese 愛廣東話，
粵語保育及傳承。如果覺得內容啱睇嘅，subscribe